感谢上帝，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到伫淡水教会。我已经毋知影偌久无坐到伫即个所在来即个礼拜堂来礼拜。我想到今日用即款的方式去转来到伫即个所在。因为我的牧师娘吼是伫即个所在洗礼吼，后来伫遮无偌久，就我带去到伫中华所在受苦。吼，迄个时阵是地牧师伫即个所在甲伊受洗吼。伊讲吼，当开始甲伊交往的时阵吼，拢无甲伊讲我要做牧师啊。吼，所以伊拢无准备心。今日真欢喜，当来到即个所在。我相信大家人拢知影我的目的啊，我要来讨钱的。总是有一个种重要的代志，比即个讨钱更较重要。就是我要恁来分享，当前的教会行袂落去的时阵，上帝怎样伫仁爱教会软者的时阵看见上帝的亮光。怎样在引带甲带领？伫过去的时阵，其实我一直不断在思考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：教会欠钱，我要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募得更较侪的奉献。当我看到真侪的会友真年老到因无法度，真侪的会友，伫阮现主席的教会40几个在聚会，有一半以上已经退休年老，无法度去趁。佮看到建堂经费遮尔济的时阵，互我真烦恼，我应该要怎样做？所以我逐摆拢咧甲上帝祈祷讲主啊，那你遮尔敖，你敢会当对天顶拼钱落来？总是咱敢知影，当耶稣基督伊上天的时阵，交代咱讲啥？恁去普天的传福音，互万百姓。耶稣甲我讲，来，恁去普天的。到世界募款为我起教会有无？耶稣无安尼讲啊！耶稣讲咱来出去传福音，毋是去普天来起教会。所以咱常常的甲人讲，即个信仰偌好拄偌好。毋知咱敢讲有听过一句话？咱有甲人讲啥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请问在座每一个会友兄弟姊妹，你有信即句话吗？哦，无信心哦，你敢有信即句话？有啦吼，好，安尼换牧师要甲恁挑战啊。咱祈祷的时阵，什么时阵祈祷？三顿食饭的时阵，透早的时阵，当起床的时阵祈祷，下暗是要困进前，做一个反省反悔祈祷。啊，其他的时间若是搁要祈祷，是为着啥？有欠用钱啦。明仔有事工足重要，我甲上帝祈祷。咱定定有发现无？咱定定拢为着欠亏在祈祷，总是咱却别人讲，咱所信的这个信仰无欠亏，袂感觉足奇怪吗？咱逐摆咧祈祷是为着啥？为着咱在欠亏在祈祷，所以咱爱去别人传福音，讲这个福音补足你一切需要的。无须阁问一遍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你有信这句话吗？哦，感谢主真好，不要紧，后壁阁做侪要挑战恁的所在。无毋对，所以今日我确实是要来遮募款，总是我阁要甲恁分享，我所认捌的这个上帝，真正是活我的上帝。伊怎样伫仁爱教会欠亏中间，互我看见上帝恩典教育咱用。所以伫开始的大声，咱先三甲来祈祷。是阮听的主，求你爱空听阮的恳求。当阮落苦担重担的时阵，你要照你的应允，甲阮三甲同在，来帮助阮，来扶持阮，来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会当知影你美好的安排，甲福杯满溢的恩典，确实是教育阮用。求你将你的话语变做阮生命内底的利剑甲盾牌。互阮有气力去抵挡所有黑暗关系的刺头，互阮会当勇敢向你来跑走，无搁惊吓，无搁丢毒，因为你圣神的充满，要互阮清楚看见你伟大的作为。愿阮有一日拢成做你的见证人，甲人分享，甲你三个同在欢喜，互你的光会当遍满全地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伫今日咱所看这经文内底，当时咱知影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已经几百冬的时间，上帝就差派摩西要来带领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
当因经历过10个灾厄了后，佮行过红海了后，因来到伫旷野行6礼拜，进入到伫一个营地，叫做利非定这个所在。伫这内底有一个足重要代志。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因信这个上帝，甲咱现主时所信的上帝有共款无？有啦吼，差不多拢无啥物无共款。总是咱甲现主时代，甲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倒位无共？有一项，牧师问恁，在座有啥物人？你行过红海有无？举手。有看过？哦，感谢主。有看过摩西分红海无？无吧？这应该是无。10个灾厄有人拄过无？嘛无，所以咱爱知影，迄个时代以色列人甲咱有足无共款的所在，因是亲目看见上帝的神迹配搭怎样施行伫因的中间。这项代志帮牧师家记哩。咱首先来看，今日透过这个故事要怎样帮助咱？当咱的生命内底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有信心相信上帝赏赐咱教业的配搭？咱首先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讲，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，照路站对神的旷野，正正行，对利非定责赢百姓，无水通啉嘛。会伫旷野无水，会死人无？会呢，3天无食饭，会真枵啦。若3天无啉水咧，会险者要无命。尼牧师佮甲你问，这个营地无水通啉？是一个绝望的所在，有可能失去性命的所在。什么人甲伊引出来到伫这个所在？什么人？当因来到伫旷野，因敢知影要安怎行？因唔知影。伫透早的时阵有啥？云条有无？伫暗时咧有火条在引出。这个营地，什么人甲因带来？上帝。一声凄惨啊！咱拢是军队上帝的人，有一天牧师甲你讲，军队上帝，你会拄着绝望的事，安尼有要军队无？来，外口的人，咱看真侪人足虔诚的伫迄个庙内底拜拜，为什么要拜拜？有拜有啥？有保庇嘛，大家拢会晓念嘛。有拜有保庇，若是咱信主无一定有保庇的时阵，咱有要拜上帝无？敢有要拜上帝？今日你军队上帝，你有可能安怎？无有平安，甚至到伫绝望的所在。我阁问一遍，请问恁敢有要军队上帝来行？有无？感谢主，阁继续有呢，真好。咱伫迄个所在真奇妙，我拢无法度想象一个疼世间人的上帝，为什么会带人到绝望的所在？当我甲我的亲人问的时阵，有亲人甲我讲，牧师，我甲你讲，即马时代无共款啊。伊讲牧师，你敢有听过一句话？旧约的上帝较残忍啊，新约的上帝安怎？较仁慈啊。所以咱即马拢是活伫新约的时代，咱是军队耶稣啊。所以军队耶稣较袂出代志。有影无？来，牧师佮甲恁考试吼。这是啥物故事？当有一日。耶稣伫加利利湖的边仔咧讲道完，伊讲暗时啊，伊甲伊门徒讲：来，咱坐船到对面岸。哇，一声凄惨啊！当底坐船时发生啥物代志？大风涌，咱会知影哦。耶稣伫迄个时阵，伊所伫迄个所在竞选的门徒，其中有人是掠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掠鱼的人，伊非常的习惯海象的状况。大风雨，伊哪有可能无看过？总是咱知影呢，连迄个掠鱼的门徒，当伊看到迄个状况的时阵，伊拢逼出，行甲去甲耶稣邀请。咱爱知影，迄个时阵的状况非常的危险，是真正有可能会失去性命。哇，一声凄惨啊！军队上帝，你会绝望啊！军队耶稣，你会险者无命。恁有要军队即个上帝，要军队耶稣无？我莫问信外对做有信心的。我来问在座遮即边的会友，要无？要军队无？袂要紧，咱继续听。今日我敢安尼讲吼，我绝对会互恁有答案的。啊无我今日我即会当腾起来，我毋免来传福音嘛，敢毋是？
所以咱来想，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伫世界拢是偏远的所在的时阵，对人的角度来看，处境非常的歹，因为无有出路，有可能因死伫旷野内底。咱来想，今日若换咱为着上帝现主时，咱拢坐伫即个所在守安息日。就当奉献的时阵，咱嘛甘愿伫即个所在奉献，用主所用。总是有一日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有来礼拜，我有来奉献，我嘛做认真的为主做足侪服侍。为什么你互我得到癌症？有人得到癌症的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得到癌啊！有人安尼吗？袂嘛，咱会非常的埋怨。特别当咱真正军队主在行的时阵，佮拄到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咱会非常怨叹，非常的埋怨。就亲像这以色列人同款，因去甲摩西三个争吵，因甲摩西讲：为什么无要互阮有水通啉？佮埋怨摩西，甚至有人要用石头甲伊钉好死。所以百姓伫这个所在，甲因讲啥？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，互阮甲阮的囝儿、阮的精神拢喙焦死啊！因安尼讲敢有毋对？因虽讲伫埃及做奴隶的日子，因至少有饭通食呢，有水通啉嘛。现主是伫旷野，啥物拢无酒、无水通啉，会死人呢。所以咱头前有讲到一项足重要的代志。头前讲到啥？咱头前讲到，遮个以色列人。因清目看见上帝的权能，有分过红海，有10个灾厄。为什么因袂当相信这个上帝？伊有王有气力，会当对旷野的所在出水互因啉，对不对？因是清目看过啊，因知影上帝的气力啊。因为什么袂当相信？咱三个来看，因是怎样讲的？头前讲啥？伊讲：为什么你带阮来到对埃及上来，互阮的囝儿、互阮精神、甲阮的拢喙焦死伫即个所在？咱来看即句话内底，因敢有犹疑上帝气力？因无哦，因无犹疑上帝气力，总是因犹疑另外一项代志。因犹疑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敢真正要救阮脱离艰苦，还是你条工要互阮对埃及出来，拢死伫旷野内底？因是安尼想，因无开始犹豫上帝，敢真正疼因，敢真正要救因。所以摩西较甲因警告：为什么恁要试验耶和华？为什么恁无相信耶和华疼恁？咱想看卖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毋是定定拢安尼吗？咱明明军队耶稣，明明军队上帝，咱个拄着艰苦的时阵，咱开始对上帝疼产生真侪犹豫，咱开始无相信上帝的带领。咱开始埋怨，咱开始受气，总是咱回头过来想，如果咱一直拢伫迄款的负面的情绪内底，代志敢会改变？袂改变啊！所以咱看见当约伯伊拄着真侪艰苦的时阵，伊敢毋是嘛爱逐摆一直伫即个中间祈祷、祈求，伊最后较清目看见上帝嘛？所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足重要。圣经讲，独独吞忍到落尾的，伊会得到救。一个爬山的人，当伊爬到一半时，伊发现伊的水沟内底无水。啊，伊伫迄个所在开始埋怨，我若知影吼，我等者出门的时阵，我着早较济。请问伊伫埋怨的时阵，代志敢会改变？袂改变。伊若无越过头前弯曲恶行的山路，伊哪知影伫无远的所在有溪水，通伫迄个所在集水。当一个人伊伫苦难的中间，伊若无坚正行到落尾，伊哪会知影伫无远的所在，上帝为伊摆设宴席，互伊阁有气力继续行到后壁恶行的道路。总是伫咱的中间，阁有偌济人，当咱拄着艰苦的时阵，咱当继续相信上帝。咱常常亲像这以色列人共款，咱伫喙内底审判上帝，审判耶稣。甚至将耶稣钉伫十架顶，为什么耶稣死伫十架顶？咱敢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当耶稣进入到城内底的时阵，毋是真侪人甲伊邀请欢迎吗？遐个人伫倒位？伫因的心内底，因望耶稣要做王啊，总是耶稣后壁有要做王无？毋是啊，
伊来是要用伊的性命拍破伫个中间来救赎众人。所以当上帝耶稣无照人所愿望的来行的时阵，咱人安怎？咱就开始审判耶稣，来审判上帝。所以，无说问恁，什么人较大？上帝较大，还是人较大？当然是人较大啦。因为人会当选择我要信倒一个上帝嘛。今日一直祈祷拢无效，这间教会无路用啊，我要换另外一间。今日拜这个上帝拜偌久拢无效啦，我无爱去拜上帝啊，我要去拜别个神明。什么人较伟大？人较伟大啊，因为人会当紧，我要爱倒一个上帝，敢毋是？咱毋是拢用这款方式在面对遮个吗？总是咱来看。当耶稣基督一直十字架顶对伫遐伤害伊个人的时阵，耶稣伊怎样做？伊为遮个伤害伊个人祈祷。伊讲主要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伊毋知。若是上帝咧，当伊面对着遮个无相信伊的一世人，伊的选民的时阵，伊怎样讲？伊反倒吩咐摩西，用伊的管仔拍石盘出水，互遮个不配的人啉。咱看见因无论怎样埋怨摩西，甚至要用攻击摩西来向上帝发生气，总是上帝有对因怎样吗？无，上帝无对这百姓发生气。上帝吩咐摩西为着这不配的人供应因所需要的，因为上帝知影人有软弱，所以伊不断透过真济代志显明伊对人的疼。而且咱注意来看，伫这个所在有足重要一个所在。是嘞，伫这内底，上帝伫这内底有讲到足重要一句话，伊讲啥？你的手着也正日拍河水的管啊！为什么上帝要特别安尼交代？头前咱毋是有讲吗？一世人无相信上帝疼因嘛，甚至要害因死伫旷野内底，所以上帝用这句话要来回应伊的百姓。上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伊讲：我命令摩西拍河水，互迄个河水尼罗河的河水对水变做血，要用这个神迹，互恁脱离伫埃及做奴隶的日子。现主是，我命令共一个奴仆摩西，共款命令伊用迄个互河水变做血的管仔来拍石盘出水，互恁啉。我要互恁知影，我犹原是迄位疼恁的上帝。犹原是迄位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对头到尾有改变无？上帝拢无改变。咱敢知影这是一个偌美妙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偌美妙的信息。以色列人现主是伫迄个所在，伫过去千万当以前因所信的上帝，是遮尔疼因，为因备办遮尔济的恩典。现主是咱所信的上帝，是同一位的上帝。迄个疼有改变无？无改变。当然有人会开始问。牧师，若安尼，咱即马无摩西啊，咱即马无管啊，敢有共款？无共款啊！咱敢知影迄个牧羊的人，迄个管要创啥？当羊行毋着路的时阵，安怎？甲伊带倒转来，行对的路。啊，现主是管伫倒位？咱手头的圣经，就是上帝所予咱的管啊。用伊的话语来引出咱头前爱行踏正确的道路。摩西咧，换人啊，换什么人？伫十字架顶的迄位耶稣基督，正做咱生命内底真好的引出甲保惠师，帮助咱继续行踏伫即个活命道路的中间。敢毋是？上帝敢有改变？上帝无改变。虽望时代变迁变化真多，总是上帝伊犹原伊有美好的计划伫咱的中间。总是上帝美妙的信息爱讲煞。上帝佮继续讲，我要徛伫你的面前，伫何烈的石盘顶。上帝伫天顶啊，敢毋是？为什么现主时伊要徛伫何烈的石盘顶？因为上帝要透过这句话，透过这个动作，伊的选民来告别。伊对因的疼心，所以伊对伊的选民讲：我的囡仔，我将你
对埃及带到伫我的身边，你认为你生命内底需要的只是水吗？毋是，你生命内底真正需要的是我是迄个出水的石盘，迄个水是延续生命的。我是迄个延续生命的源头，是带互恁仰望，是互恁渴慕的，总是恁甲我讨水。迄个水只是会当讨放互恁的喙袂喙焦那定，总是我真正要互恁的活水咧，是超越恁所求所想，互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咱若是摩西，咱要对石盘出水，咱爱先做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摕管啊，甲迄个石盘安怎拱互破？若无拱互破，水袂对遐流出来。迄个石盘是上帝，咱有想到啥无？三位一体上帝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伊就是迄个石盘，对伊身躯顶所流出的宝血。就是伫即个所在，上帝为众人所备办的活的水。上帝为着咱伫即个所在备办遮尔水的计划，伫千外冬的以前，上帝早就备办。当前的教会建堂的事工在开始备办，经历过3个牧师，伫即个中间处理真侪的状况，总是拢无法度伫即个所在。好好啊起的时阵，一直到伫等待10冬拄啊好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已经安怎？真侪会友，迄个楼梯拢已经爬袂起哩，甚至有真侪伫即个10冬的备班的中间，有真侪中职拢已经安怎？已经蒙主温调，伫天顶在等待即个好消息，总是真趣味。当要起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估计3500万。另外教会欠10冬的时间，欠到差不多要将近2000万，2000万离3500万就无远啊嘛，差不多无啥物压力，大家搁较努力者、杀者都有啊。好啊，要开始起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疫情、战争。当下当搁起的时阵，定薪估计6000几万。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敢有捌亲像安尼？主啊，阮敢做毋对吗？阮敢做无够野吗？至到你安尼甲阮创治吗？当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阵，我甲上帝发生气，我讲你哪会通安尼？你毋是听正人的上帝吗？你敢无看到前仔教会遮尔济会友10冬外时间等待到等无有啊？我非常的愤慨，上帝，你为什么你安尼做？你会听通伫倒咧？我看无。你甲我讲生笑，遮个人40几个人，一半以上拢是年老的会友。你甲我讲要安怎起？你毋是互人有仰望的上帝吗？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内在想，哪有可能起会起来？总是越头搁看到遐会友。等偌久？搁爱等偌久？6000万起袂起来，安尼卖起的时阵，应该等偌久？等到所有的人拢死了了吗？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心内就切一个，我有一个感动，讲袂使，咱莫丢丢，咱爱有信心，咱一定要来起。讲到会做水气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毋过现实是啥？钱伫倒位？做现实的嘛。钱伫倒位？随便安尼讲，总是钱伫倒位，这是做现实的问题。伫一天的透早，伫我灵修的时阵，上帝对我讲话。上帝甲我讲，伊讲部长，建堂毋是你的目标，反倒是亲近上帝的机会。经历甲我3甲同在，甲恁3甲同在的丰盛。伫咱一生的中间，咱想看嘛，咱有偌济摆的机会，咱甲上帝遮尔亲密的同工，而且会当伫欠缺中间看见上帝大权能施行伫咱的中间。出埃及记的一世人，因认为因的目标是要建立迦南地，总是因无拍算。真正伫因生命内底上宝贵，是因伫旷野内底的经历。
因看见上帝怎样疼因，甚至施行圣者伫因的中间，无论因有甚款的欠缺，上帝拢补足因到有。所以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上重要是啥物？是咱有即个通倚靠的上帝。我一直认为，当教会伫建堂的时阵，上欠缺的是金钱，总是我无想到，原来真正需要是啥？是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因为上帝才是一切的源头，是赏赐互人超越想象稳定的上帝。当咱伫地上的日子，咱时常会用忧愁的心去面对咱头前种种的试探甲苦难。咱有的时阵想要得赦，总是咱三个来看保罗的性命。当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伊受到迫害，伊捌忧愁吗？伊反倒欢喜。有一摆，伊为着伊身躯顶的迄支刺，3遍甲上帝祈祷，上帝拢无刷开。上帝怎样甲伊回应？上帝甲伊讲：有我的恩，你就够呀。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因为这句话启示保罗，互伊重新去看待伊生命内底所有的阻挡甲苦难。所以当保罗看见到上帝安尼回应了后，伊有无共款的体会。伊开始正人上帝回应讲：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。所以为虾米咱军队上帝有艰苦？有一摆我去募款的时阵，有一个长老，伊用一个比喻非常的好。伊讲，咱伫行信仰的路程，亲像伫爬山共款。咱伫爬真悬的山，咱有法度对山骹直直行，甲伊爬到伫山顶，行足紧啊，爬足紧，敢有可能？袂当安尼爬哦。为虾米？因为迄个气压的变化，恐惊身体会被砍折，你常常会喘袂过来，就是迄就是讲的高山症。所以咱通常咱咧爬山拢是倒爬，伫每一站中间去适应迄个气压。伫信仰内底嘛是共款。咱今日若无有遮的艰苦，咱要怎样伫这中间来靠赖上帝？今日咱拢知影，咱若身体健康，咱敢会去病院？袂嘛？咱啥物时阵才会真正温困祈祷？就是欠缺伫苦难的时阵。咱才会安尼去靠赖上帝。如果无有遮个苦难，咱要怎样来认捌这上帝的大权力？若无有即款的苦难，咱要怎样看见咱真正是微细？真侪代志咱无法度掌管。再侪的钱，人拢爱面对死亡。伫死后的世界，咱为家己趁到啥物？所以当约伯伊最后伫苦难的中间的时阵，伊若无经历着遮个苦难，伊敢有法度讲出迄句话？过去我听捌有你，今日我亲目看见你，即句话。所以我今日真欢喜，会当做伙来伫即个所在，恁来分享。当前教会面对着迄6000万的时阵，大家拢无信心的时阵，上帝怎样互咱看见伊教义的稳定？有一摆，当即项代志开始要进行，大家讲好，要有信心来去的时阵，第一个新约发生。阮的长老甲别人斗车，做伙出去旅游的时阵。拄着一个拜拜的人，迄是一个工厂的头家，伊专门伫做迄个保养的法饰品。顺便广告一下，等一下伫迄个隔壁遮，有摆迄个义卖的产品，恁等一下看到迄个啥，看到迄个法饰品叶头毛迄个法饰品。迄个头家听着阮的长老就是伊在分享讲教会要去拜堂，伊就讲我的工厂有做侪遮的法饰品，恁来载。恁需要偌济拢毋免成本，恁来载，互恁去预备。迄天去到伫迄个所在，载真济了后，伊甲阮长老叫去边啊，伊摕一贴的钱出来，要互阮长老讲，我要奉献。这拢毋是重点，后壁迄句话较重要。莫互我的某知影，恐惊有可能伊阁无奉献互庙的，对毋对？咱有法度想象吗？一个无信主的人，当伊听到另外教会。为着上帝的代志，要出力伫这个所在来做的时阵，上帝灵感动一个无信主的人，咱敢有法度想象，上帝就是遮尔奇妙。第二个足奇妙的信者，伫另外教会有一个已经伫要将近70岁的一个会友，因为伊过去
有癫痫，有癫痫，啊，所以伊讲话袂清楚，啊，伊行路安尼一摆安尼，若行路袂做袂方便呢，所以伊无法度甲其他的人去外口上班趁钱来服的，伊无法度。伊日常的生活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伊用行路的，伊阁袂当徛，伊都袂当徛迄个脚踏车，伊都袂当徛，所以拢用行路的去捡回收。请问，恁若是牧师，恁望恁期待即个回收会当奉献偌济？用行路去捡回收，伊到底会当奉献偌济？当动透了后，伊知影爱6000万会当起好即间教会。伊无伫你句话，伫后一个礼拜，伊提出70万来奉献。当我看见伊即款的信息的时阵，我讲我实在不配做一个牧师，我实在不配做一个牧师。因为当我看见迄6000万的时阵，我揪起来，我无信心，我惊吓。总是即个会友伊怎样？伊无丢毒，伊相信上帝会较正即个事。伊愿意将伊所有的摕出来奉献，互上帝所用。真侪会友嘛，因为伊安尼做，伊嘛开始安怎，愿意阁继续来奉献。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阮行到伫即个内底，其实当开始的时候，阮非常的孤单，因为阮感觉只有阮家己会当去拼即个6000万，一直在想讲主啊，阮要安怎来做？当今日咱倒转来到伫即个故事的时阵，咱看见一样代志，伫立会堂内底真侪奇妙的代志。立会堂除了对石盘出水，阁有另外一项足重要的代志。当咱阁落去看后壁在的经节，迄个时阵亚玛力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有无？摩西、何尼甲亚伦因靠伫山顶。迄个时阵，当摩西将伊的杆仔压悬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就较硬，总是野久会酸嘛，手会溜落来嘛。当溜落来的时阵，安怎？以色列人就输嘛。所以当即个时阵怎样？何尼甲亚伦伫边啊扶持，互伊的手会当继续翻咧，来压悬即个杆仔，互以色列人会当较硬。最后一个奇妙的代志。咱拢知影，在做工程的时阵，拢有照合约，每一期爱付偌济钱，付偌济钱，咱拢知影。头前3、4期的中间，每一摆爱请钱的时阵，拢非常的准时。总是到伫后一期的时阵，我甲我的长老开始讲，哇，怎样要安怎？钱无够没，要安怎付？啊，到时阵无付出来，就爱停工呢。停工是一个，互咱感觉足无好的代志。等到时间到的时阵，恁要看卖，伊有来请钱无？无，伊无来请钱。我长老讲吼，伊若无来讲吼，咱就莫互伊钱。伊若无讲，阮就当作无即回事。总是真奇妙。伫迄个当中，阮继续出去外口募款。募到夜的时阵，伊拄好敲倒来讲，我要请钱。有奇妙无？非常的奇妙，总是阮看见更较奇妙的事是，真侪教会亲像淡水教会今日共款，恁无拒绝阮来到伫恁的中间来募款，因为恁每一间的教会伫即个中间，互阮每一摆来到伫恁的中间，看见恁为阮祈祷，为阮奉献，互阮知影，原来阮伫即个世间，阮毋是一个人。当耶稣就天的时阵，咱耶稣讲啥？伫世间。恁有苦难，耶稣讲的是恁，毋是你有苦难，是恁有苦难。迄个恁是啥？就是咱啦，就是这个信仰的团体。所以上帝互咱上好的是啥物？当咱在生命内底拄着苦难、艰苦的时阵，咱毋是一个人去面对。是咱身边这的兄弟姊妹互相牵手、扶持、帮赞、祈祷，伫这个所在来面对头前的路站。啊，无为什么咱来到伫教会，咱称做兄弟姊妹？这就是上帝所留予咱上水的稳定感，毋是？今日真爱教会有一日会当起学起来，伫迄个中间，上帝纪念恁
淡水教会伫现主是为着仁爱教会所做的。愿有一日，当咱的生命内底嘛拄着同款即款的太难艰苦的时阵，莫袂记节，咱要坚定行到伫路尾。上帝的恩典要教育咱用，甚至看咱身躯边仔的兄弟姊妹，上帝拢要差派这天使伫身边，成做咱生命内底的帮助甲开展。咱三个来祈祷。阮主，阮的上帝，愿你的话若亲像活水灌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互阮伫两者中间犹原坚强，伫苦难的中间会当坚贞。因为阮知影你袂离开阮，要有超过阮所求所想恩典教育阮用。当阮将阮家己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求你带领阮伫死荫的山岗的中间，犹原认捌你的声，无受着威胁，无受着破败，互阮会当倚靠你来较赢即个世界，行往你恩典的道路。虽然阮是不配，却要因为你的疼，阮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免，歹势哦，头拄仔可能无说讲了上激动吼，后壁有一个影片要互恁知影。原本教会迄个吼，迄个简报的哦，好不要紧。咱来看，这是旧的教会，咱会当开始播放不要紧。我一面说明，阮的教会是范厝，哦，然后用范厝三间去甲伊吼，甲伊整理做是会当礼拜的所在。你无看到扛棒吼，是因为扛棒因为有一摆的风台吼，伊袂扛紧，所以甲伊拔落来吼。有一摆我甲上帝祈祷讲吼，我讲主啊，我要去到外口募款，总是吼见着不遮尔悬，我安怎翕吼，当翕一个方向。我甲上帝讲，我真正无才调，会当翕甲全貌吼，互大家看讲到底这个教会要怎样去。所以当我祈祷的时阵吼，真奇妙，伫后礼拜有一个人罗牧师，伊敲电话来讲，我可以讲去恁教会翕相吗？迄个时阵，我更毋知影伊要用空拍机来翕相。伊迄个牧师就是伊即马就是到伫真侪所在，吼去翕真侪间的教会。你敢毋知影？当我迄个时阵，伊来的时阵，伊用迄个空拍机翕的时阵，我心内底咧想讲，啊，感谢主免费的来。搁有一摆，是阮的长老娘，伊在祈祷的中间，伊总毋望即间教会要有一个钢琴三角的钢琴，伊就为着即项在祈祷。真趣味哦！伫后礼拜，我到伫中会在开会的时阵，有一个同工甲我讲：啊，听讲恁教会在举派堂，啊，恁敢有欠钢琴？伊讲伊要奉献，这是一个偌奇妙的代志。有的时阵，咱真正会毋知影到底头前有路通行无，总是爱相信。如果咱无愿意继续坚正来行，你哪知影伫无远的所在有上帝教育恩典要为咱备办？所以愿上帝的话语，成做恁众人的帮助，互恁未来拄着艰苦的时阵，拢会当坚定行到路尾。